大家好，我是红艳。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中国家庭美食——扁豆面。面粉300克，盐3克，水170克，搅拌均匀先。这些食材大概是2个人的用量。扁豆面在中国的北方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家庭食物，食材简单，制作方法简单，但是很美味啊。把面粉搅拌均匀后，揉成一个面团。面团反复揉搓，这样一会儿做面条的时候会很简单的。揉好的面团盖上盖儿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其他的食材。扁豆呢，可以切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撅断。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，这种撅的方法对于我来说更快捷方便。大家看撅扁豆的过程是不是特别解压？扁豆可以多放一些，我是比较喜欢吃蔬菜的人，所以我放的多了一点。把大蒜用刀压一下，这样剥皮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。其实大蒜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，很多人不喜欢，觉得辣，而且有味道。但是蒜对健康真的也很好。切碎了，把姜切片儿，辣椒切丝。好了，现在把锅里倒一点食用油，把姜放入，把培根放到锅里边炒。培根的用量大概150克左右。当然，很多人喜欢吃肉，那可以多放一些。把辣椒、扁豆放在锅里边，倒入2勺酱油，水，水的用量
基本和扁豆平齐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煮。这个时间，我们可以把刚才揉好的面团擀成面片。自己做的手工面条味道非常好，吃口感非常好。擀到大约1毫米左右的厚度，把它折起来。在擀的过程中多放一些干面粉，这样制作的过程是比较简单的。这样反复折叠。用刀切成1厘米宽的面条，好了，现在打开锅盖，把面条放在锅里，这时候不用搅动锅，盖上锅盖焖煮5分钟。5分钟到了，我们把大蒜放在锅里，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。现在你可以闻到非常香的味道，面香、培根香、扁豆香了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关火了，我们装盘。下面总结一下扁豆面的要点。在制作过程中不要再放盐，因为培根已经很咸了。少盐的食物对健康是非常好的。